亞洲熱浪就食得多啦，歐洲熱浪大家試過未呢？由2026年5月開始，歐洲受到非常嚴重嘅熱浪襲擊，歐洲最少有13個國家打破晒高溫紀錄。西歐咧就係受影響最嚴重嘅地區，法國、英國同埋愛爾蘭都創下歷史新高嘅夏季氣溫。葡萄牙就錄到40度，西班牙咧都錄到38度嘅高溫。仲有我上個禮拜咧喺日本環球影城咧都錄到38度發燒添。一個人發燒發到38度咧，已經攤咗喺床度喐都喐唔到啦。歐洲總人口7.5億，面對歐洲日日發燒，點樣生活啊？由6月21號開始，歐洲已經記錄超過1300宗同高溫相關嘅超額死亡個案。研究推算，如果冇辦法適應高溫嘅話，2030年歐洲每年夏季可能會有超過6.8萬人死於熱浪嘅，2040年仲可能會超過9.4萬人。點解歐洲會咁多人而死嘅呢？原來係同古代嘅建築風格係有關係㗎。睇開外國劇嘅朋友，你會發現歐洲人係超級霸道嘅。例如係《權力遊戲》嘅林東城咧，就係要抵抗寒冬嘅來臨。你幾可咧係會聽到林夏城啊？林夏未有聽過？等我為大家介紹下歐洲嘅樓盤啦。大部分住宅，特別係北歐、中歐同埋西歐舊屋啦，設計出發點都係冬天保暖嘅。有我二頭肌咁厚嘅磚牆同埋石牆，密閉嘅窗戶仲可以提升你嘅私隱度添。通風口少，仲可以做到冬暖夏唔涼啊！呢種設計喺冬天其實係非常有用嘅，但係一旦夏天出現35至45度嘅高溫就會瞬間變成一個焗爐㗎啦。好多巴黎嘅建築屋頂都係用一啲紙板同埋瓦片啦。咁2026年熱浪期間巴黎建築嘅屋頂溫度係高達80度，唔使嘅士爐都可以煎隻太陽蛋添。除咗熱死之外，仲有另一種死法，居然係浸死。法國人習慣喺夏天跳入去運河或者公園水池嗰度消暑嘅。咁結果自從熱浪開始之後已經有至少74人係浸死嘅，大部分人都係喺冇救生員嘅水域之下發生嘅。除咗人命傷亡之外歐洲熱浪都造成唔同程度嘅天災。2025年西班牙山火，燒毀面積超過100萬公頃，成為西班牙30幾年嚟最嚴重嘅森林火災。起火原因源自於非洲大陸蔓延去到伊比利亞半島嘅熱浪，導致溫度持續攀升，相對濕度就顯著下降。當出現30度法則，即係氣溫超過30度，風速超過30公里每小時，相對濕度低於30% 嘅時候就會成為火災快速蔓延嘅最佳條件。喺香港，如果你覺得熱撳個掣就成功解決問題㗎啦。但係喺歐洲個問題就係出喺個掣度。點解歐洲開個冷氣會好似犯法咁樣嘅呢？近年極端天氣經常出現，颱風嘅風眼越嚟越大粒，香港又成日遇到500年一遇嘅水浸，仲要係得黃雨添。點解天氣係會越嚟越熱嘅呢？睇完呢一集，所有事情都會一清二楚。成個歐洲就好似一間桑拿房咁，熱氣長期困住一個空間，令到桑拿房溫度不斷上升。喺科學家嘅角度呢個狀態叫做熱穹。熱穹係一種大氣現象，特徵係強烈穩定嘅高壓系統長時間滯留喺某個地區嘅上空，將熱空氣壓制喺地表附近，就好似喺大地上面冚咗一層隱形嘅熱罩。當空氣由高空向下沉降嘅時候會因為壓力增加而被壓縮，產生壓縮暖化，令到氣溫升高。呢種下沉仲會抑制空氣對流，減少雲層嘅形成，令到成個歐洲嘅天空一嚿雲都冇啊！想發下白日夢都唔得，淨係得一嚿太陽啫。因為冇雲嘅遮擋啦，所以地面係會吸收大量嘅太陽輻射，繼而又會提升咗個溫度。哇！搞唔掂啊！真係要揾哆啦 A 夢幫手啊！明明以前歐洲都冇咁熱嘅，點解近年會嚴重咗咁多嘅呢？因為除咗一嚿雲都冇之外啦，依家連一滴風都冇。原來係部風扇壞咗，嗰部風扇就係北極啦。北極地區全球暖化嘅速度遠高於赤道，令到赤道同埋北極之間嘅溫差減少。呢種溫差減弱係會改變高空氣流，令到噴射氣流減慢。當噴射氣流減慢嘅時候高壓系統就好容易會卡住喺一個特定嘅區域，滯留幾日都唔喐，甚至幾個禮拜。
北極海冰同埋陸地積雪咧，原本係反射太陽輻射嘅鏡面，咁啊好有效咧降低地表吸收嘅熱量啦。咁但係隨住北極升溫啦，海冰面積同埋積雪嘅覆蓋程度咧係顯著減少嘅，導致更加多太陽輻射咧係被地面吸收，令到北極同埋歐洲北部嘅升溫速度咧遠高於全球嘅平均，而且係通過大氣環流將熱效應咧傳遞去到中緯度地區。阻塞高壓奧米加阻塞就好似兩埲牆咁樣，阻擋咗會吹散熱能嘅噴射氣流，導致高壓系統咧喺特定區域停留幾日甚至幾個禮拜。喺高壓系統之下咧，熱空氣被困住咗喺原地，冇辦法咧隨住大氣流移動而消散，形成一個持續性嘅極端高溫。喺歐洲，地中海咧係成個歐洲嘅發熱機嚟嘅，海水溫度咧近年就異常升高啦。溫暖嘅海水會加熱上方嘅空氣，而且通過大氣環流引導翻去歐洲大陸，成為歐洲陸地上面咧極端高溫嘅重要推動因素。同時又會有來自北非同埋撒哈拉地區嘅暖空氣啦，隨住高壓脊進入西歐，可以見到大量熱空氣咧係由四方八面咁樣湧過嚟，簡直係碳中送碳啊！熱穹仲附帶一個惡性循環，隨住地面溫度升高，土壤水分咧會加速蒸發，導致大氣相對濕度降低，進一步抑制雲層嘅形成。哇，搞唔掂啊！真係要揾多咧蒙幫手啊！熱空氣因為冇風嘅幫助啦，冇辦法將熱能咧送走或者送上高空，所以熱能一直累積咗喺個地面上邊。呢個循環咧係會令熱穹不斷加強，最後咧導致熱浪由中度升級為印度。總括，熱穹係歐洲近年夏季極端高溫嘅導火線，而全球暖化啦就係熱穹嘅背景。北極升溫、噴射氣流減弱、海冰減少同埋地中海異常高溫等等嘅因素啦，建立咗一個容易產生熱穹、更加難散熱嘅氣候環境。喺呢種環境之下，歐洲夏季極端高溫咧已經逐漸由罕見事件變為新常態啦。不過歐洲人同埋歐洲各國嘅政府咧，仍然係非常反對開冷氣嘅，甚至有部分嘅政策咧係為咗阻止開冷氣而誕生。點解歐洲會有一個咁奇怪嘅諗法呢？就等我小百科為大家逐一揭曉啦。冷氣機係由美國工程師1902年發明㗎。順帶一提，我條命都係佢救翻嚟嘅。佢當時喺紐約一間印刷廠度做嘢啦，因為廠房入邊濕度太高啦，令到紙張受潮，墨水又唔乾。為咗解決呢個問題，佢設計咗一套能夠控制空氣濕度嘅系統。呢個系統係會透過壓縮機將冷卻嘅液體送入去金屬盤管。當潮濕空氣經過盤管嘅時候咧，水分就會凝固排出嘅啦。系統起初係應用於工業嘅啫，例如係紡織廠同埋印刷廠。去到1925年，美國紐約有間戲院就安裝咗一部大型嘅冷氣，而且係用華氏69度恆溫作為一個賣點，結果成功吸引大量民眾喺炎炎夏日之下湧入去睇戲。呢次成功嘅商業測試咧，發現咗原來大部分人入戲院啦都唔係睇戲嘅，而係睇戲。自此，冷氣咧就開始吹咗入百貨公司同埋大眾運輸工具。1920至30年代，美國辦公大樓同埋住宅開始家家戶戶都裝翻部冷氣。但喺歐洲咧，冷氣長期被視為工業或者商業設備，而唔係家庭嘅必需品。根據國際能源署同埋多個媒體嘅報導咧，喺2020年代，歐洲整體冷氣擁有率咧就只有20%啫，遠低於美國同埋日本嘅90%。嗱，其中呢3個歐洲國家嘅冷氣普及率咧，處於一個極低嘅水平。英國就只有大約5% 嘅家庭係有冷氣嘅，而德國咧就仲慘，得3% 嘅家庭咧係有冷氣嘅。咁法國咧就有25% 嘅家庭係有冷氣，但係值得留意嘅係咧，呢25% 入邊咧，多數都係買咗一啲比較方便啦，無需破壞建築外觀嘅移動式或者分離式冷氣，而固定式嘅中央冷氣咧，喺法國嘅普及率就只有4% 啫。歐洲人唔開冷氣咧，大致上係有3個原因㗎。以前嘅歐洲大部分地區夏天都係好涼爽嘅，夜晚降溫又好快，極端熱浪咧屬於罕見事件。以法國為例啊，天氣熱我咪跳落去運河游水咯，夜晚咁涼我開窗都瞓得着啦，使乜嘥錢去裝部冷氣啦？所以有好多歐洲人覺得開冷氣咧係一種浪費，純粹心靜自然涼。我啱啱講嘅咧其實都係廢話嚟嘅，真正嘅原因咧係窮啊！我屌。咁根據咧歐盟嘅調查，大約有38% 嘅人咧係因為費用問題就唔裝冷氣，經濟困難嘅群體咧更加去到66% 啊。
喺歐洲裝一部冷氣咧，其實個費用係好貴嘅。喺德國裝一部冷氣通常最少啦都要1500至2000歐羅，極端情況之下甚至可能高達5000至6000歐羅添。排隊等裝都仲要等多幾個月。如果你住喺歷史保護建築入邊，想喺張牆度打個窿咧，咁啊麻煩你準備好最高30萬歐羅嘅罰款啦。不過就算你有錢咧，都未必裝到冷氣，因為仲要過多幾個大關添。先講法國啊，外牆係屬於全體業主共有財產嚟㗎，想裝部冷氣咧係要先開個業主大會。如果你唔小心得罪咗個鄰居咧，就唔使自通過㗎啦。巴黎係有多達97% 嘅建築改造咧，係需要徵求法國建築師協會嘅意見。分離式冷氣機管道係會破壞歷史街道啦，同埋住宅嘅建築面，通常係好難獲得批准嘅。如果你咁唔好彩住喺歷史古蹟入邊咧，甚至係全面禁止室內外嘅冷氣機，多數居民咧只可以使用免安裝但效率比較差嘅移動式冷氣。喺德國，夜晚嘅噪音係唔可以超過35分貝嘅，呼吸聲係10分貝，正常講嘢係60分貝，圖書館咧就係35分貝啦。如果你揭書大聲少少咧，都可能已經係去到40分貝嘅啦。傳統冷氣機咧其實係好難符合到呢個標準，好多咧都係因為被鄰居投訴，然後咧強制拆除，導致德國嘅冷氣安裝率咧就只有3至5%。喺西班牙裝一部室外嘅冷氣機咧，係需要全棟樓業主大會3/5嘅表決通過。2022年仲規定咗公共場所嘅冷氣溫度係唔可以低過27度。睇到呢度咧，雖然我係開住冷氣打呢篇稿嘅，但我已經 feel 到咧歐洲人係興過火屎啊！裝部冷氣都亞支亞咗摩洛哥。歐洲人呢團火已經唔止係個人層面啦，仲燒到上去政治層面添。歐洲國家對於冷氣機嘅睇法可以分做左翼同埋右翼。左翼就認為咧，用冷氣咧係會增加碳排放，而且加劇全球暖化，呼籲民眾改變生活方式或者依賴自然通風。但係最近咧，歐盟總部大樓就被爆出一單醜聞。由於連日破紀錄嘅高溫咧，導致歐盟總部大樓供電系統超出負荷。為咗防止大規模停電，選擇咗關閉低樓層嘅冷氣。結果係有大約3000名基層嘅員工需要喺冇冷氣、室溫高達25度以上嘅環境咧做嘢㗎。咁甚至有人係熱到中暑或者身體不適。而高官嘅辦公室咧就一於冷氣啦，繼續嘆冷氣，指點江山。事件一出，立即燒着咗民眾嘅怒火，右翼更加捉住痛腳係窮追猛打添啊！法國極右派國民聯盟咧就直接將冷氣定為人道同埋公共健康議題，提出高達幾百億歐羅嘅全國冷氣計劃，由政府提供免息貸款協助幾千萬家庭咧去裝冷氣，甚至要求學校同埋醫院咧優先配備。咁民眾點睇冷氣機衝突呢？情況可以話係一面倒啊！2026年熱浪期間，歐洲就出現咗冷氣機搶購潮，中國品牌 Porter-Sprit 就喺多個國家賣斷晒貨，二手價咧炒高原價2至3倍，甚至係有人咧特登揸車揸去200公里就係為咗買一部冷氣機。受惠於歐洲當地昂貴嘅人工安裝費同埋嚴格嘅外牆法規， Porter-Sprit 就喺歐洲獲得一個極高嘅利潤，一部冷氣機嘅毛利率咧有22至26%，遠高於中國本土市場嘅14%。歐洲冷氣年產量咧大約就只有320萬部嘅啫，而喺高溫之下，市場需求預計係超過1000萬部。冷氣機喺歐洲完全係供不應求，必須依賴來自外國嘅進口。咁隨住歐洲升溫嘅速度咧高於全球嘅平均，冷氣設備需求已經由奢侈品變做必需品啦。一個歐洲熱浪衍生出舊有制度嘅問題。歐盟過往主打嘅環保政策，因為氣候轉變嘅因素，被右翼扭轉為政治武器。Porter-Sprit 捉住民眾嘅需求，打造咗一門超級大賺錢嘅冷氣機生意。民眾要嘅只係一部涼爽嘅冷氣機啫。環保思想重要定係人道公共健康重要？冷氣機趨勢就係一個答案啦。歐洲熱浪對左翼充滿危機，對右翼就提供咗個機會，對環境造成破壞，對 Porter-Sprit 就貢獻咗生意。呢條片我唔係要去製造衝突，亦都唔係要去討論環保正確或者開冷氣係錯嘅。對於我嚟講，冷氣機嘅議題就好似一段感情，冇所謂邊個啱邊個錯嘅，而係點樣去選擇行未來嘅路。去到最後，如果你中意呢條片，記得按 Like、Share 同埋訂閱我嘅頻道。下次再拍啲你想知道嘅嘢。拜拜。